有一段時間我到嚟長洲啦。之前呢，就探索長洲花屏山上面嘅廢墟，講下鬼故啊，同埋睇下有啲咩新事物嘅發現。而大家呢，都好中意呢個題材。今次呢，就想同大家一齊喺假日入邊郊遊同埋行下。不過呢，最近發現長洲嘅變化都幾大噶，有唔少工程啦同埋樓盤嘅發展所影響，所以呢，重點都想分享呢度嘅風景嘅靚。第一站呢，就想嚟到長洲戲院呢一度參觀。喺1931年落成啟用，喺97年結業。遺址中間荒置咗約20幾年之後呢，而家已經評為第3級歷史建築。經過活化同埋修復之後，而家有唔同嘅長洲文化嘅主題展覽，以及有不定期嘅活動參加。大家去參觀之前呢，可以首先喺旁邊嘅 CCC 禮品店親身購買入場門票，或者透過社交媒體喺網上預約團體參加。午餐時間嚟到一間日式便當同埋甜品嘅 cafe。叉燒嘅肉呢，既厚又大塊，份量幾多。嚟到最焦點嘅法式焦糖燉蛋，表面上嘅焦糖呢，薄而脆。燉蛋燉得好滑，而且食過之後呢，清空嘅陶瓷碟呢係可以帶走㗎。長洲社區會堂嗰啲，之後我哋沿住西堤道主路走，就可以去到今日行山嘅短路線，張保仔道同埋捕魚灣。可以睇到喺右手邊嘅海旁嘅範圍呢已經圍封咗啦。之前呢，可以沿路欣賞海邊嘅風景。靠近一啲睇下先，圍板寫住土木工程拓展處負責。翻查資料，原來早喺2025年8月嗰陣，已經開始喺西堤道一帶加建擋浪牆，範圍呢一直到西灣碼頭有涼亭嘅位置。可以見到工程範圍呢有多艘躉船停泊住嚟到支援後面嘅工作。而喺左手邊呢，亦都有工程進行緊嘅。透過圍板上面睇落去，一棟棟嘅別墅，圍板寫住別墅樓盤名新照苑。項目由卓能集團負責。睇到集團嘅名之後，呢個就係富豪趙世珍先生嘅地產。佢喺薄扶林呢都有一間豪宅叫做趙苑。從現場所睇到，建築呢睇起嚟差唔多已經完工啦。但係呢，原來早喺2010年或者較早之前嘅時間呢，已經開始籌備發展。兩期別墅共19座。不過呢，而家只接受月租，之前月租由15,000蚊起。而家圍板叫價已經去到2萬蚊啦。足足都行得出嚟啦。我哋應該入境係咁嘅。喺呢個2層高嘅涼亭上面，可以睇到長洲嘅另一個山端，同埋睇到對面嘅西苑。我等佢落去先喎。好。好啊！哇！呢度點行啊？哇！但係佢下邊嗰個位置呢，其實係好闊嘅，大家可以睇下啦。出返轉頭。之後呢，開始行一段窄而密嘅樓梯到捕魚灣，穿過大石下邊間隙嘅行人路，好特別㗎。走出頭頂嘅大石之後，眼前就睇到遼闊嘅海景。對面就係石鼓洲。頭先你見到嘅一個
露營俱樂部。不過去到中段呢，就會連接到一個小海灘。呢個呢，就係海水潮漲潮退嘅位置。有時呢，水位會去到西苑嘅石牆嘅一半，必須爬牆而行。潮退嘅位置啦。而家呢，潮退咗，我哋先係咁樣行過嚟嘅啫。跟住呢，就要爬上一段陡峭嘅山坡，先至接返原有嘅樓梯嘅郊遊石屎路。所以喺郊遊之前呢，必須留呢一點，如果唔係就係折返㗎喇。呢一個3月份最特別嘅係，睇到大石嘅邊緣呢，有仙人掌生長，甚至有啲地方呢，更會生長好似花嘅形狀嘅龍舌蘭。呢啲喺沿路上，呢仙人掌啲大石上嘅平頂嘅位置呢，更加可以坐得到，一路休息一路睇海景。叫咩石啊？捆晒邊咁樣生出嚟喎，好得意喎！走到最遠處就嚟到白醋灣，其中一個長洲偏離繁囂同埋發展區嘅沙灘，海水都好清澈。之後呢，就走到贊端路，經過自助美徑湖村。我哋行過類似好似俱樂部，呢個就係西苑。呢一刻呢，我哋先至經過西苑嘅正門。我哋呢，一直喺嘉樂徑旁邊繞住走嘅露營園地。睇下入邊嘢。值得一提，呢一個係一個收費嘅營地，有圓拱嘅蒙古包營帳同埋歷奇設施，適合一家大細同埋朋友一齊喺閒日嘅時候嚟度假㗎。前面嗰座藍色都幾靚喎，係啲乜嘢嚟嘅呢？我都有塊碑有記載住呢條村喎，美徑湖村嘛。美國同加拿大贈送全部屋宇俾呢度嘅新界民政處南部嘅民村咁樣。由於喺二戰後期香港未有完善嘅福利制度，加上當時有大量難民湧入，美國嘅軍用援助有助穩定香港嘅戰後社會嘅發展。所以美徑援會本來係援助歐洲二戰後嘅組織，到後來範圍發展到救濟其他國家。我哋頭先沿住呢度就由翻呢度西苑呢度美田徑村呢邊出返嚟啦。呢度就頭先入嚟嗰度啦。你睇下。呢副花幾特別喎！晚餐飲品點咗凍魚米茶同埋黑糖薑茶，主打呢一個咖喱蛋包飯，咖喱汁好濃郁好香，炒蛋亦都炒得好香滑。不過呢一個照燒汁和牛嘅牛肉份量呢就好細。呢個牌係啲人刻上去喎，好有特色喎。